4日早上7時35分，油麻地窩打老道9至15號榮德大廈一單位傳出濃烈炭味並冒出白煙，多名鄰居察覺隨即報案求助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發現姓莫45歲男住客倒臥於單位房間內，旁邊有一盆燃燒過的炭。救護員將昏迷的莫男送往廣華醫院搶救，惜最終不治。警員於現場沒有檢獲遺書，莫男的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今日4日早上7時35分，油麻地窩打老道9至15號榮德大廈一單位傳出濃烈炭味並冒出白煙，多名鄰居察覺隨即報案求助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發現姓莫45歲男住客倒臥於單位房間內，旁邊有一盆燃燒過的炭。救護員將昏迷的莫男送往廣華醫院搶救，惜最終不治。警員於現場沒有檢獲遺書，莫男的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